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姑刘浩明。传承客家文化方法有几多年？有的人是推广客家的歌谣，有的人是推广客家语文来推广我哋客家文化。但是今日小姐的来宾，伊是用我哋客家传统的技艺，我哋的武士，我哋讲开口诗来传承我哋客家文化。伊是来自闽南的陈王文，我哋马上来欢迎伊。哦，大家好，来自闽南的陈王文。早期甲阿爸有一个开武馆，俺哋又家嘛学安尼啦。好，王文先生，就头先你一开始讲，万岁以前的迄路卡系开武馆的，系咪？系。你系咪同我哋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讲，早期开武馆的话，大部分系教武艺来赚钱，还是讲系同推拿接过来赚钱？学武嘅人唔係講學嘅嚟上大嘅，係嗰種嘢咯，嚟練身體，安尼，按個講做些嘅就乜嘅東西哦，下邊夾得像一點稍微練下嚟都是包練武啊嚟啦，落一票都傳下來，打乜嘅拳都會搞啦嚟啦。剛才還是有個聽嘢問題，就講以前喺闽南開武館，爸爸嘅時間係對大陸過來係咪？咩嗌台拜阿爸嘅師傅啊？安尼算起來，算到3胎以前嘅啦。3胎以前嘅嘢。從唐山過來嘅啦。唐山過來有教兩個師傅，一個喺高雄，一個喺閩南。兩沙都那是師兄弟，我喺閩南10行嘅這個10客，也就上去學嘅人啊，都去學冇輸錢嘅哦。都起碼我基本的武術我曉得，安尼啦。也有比較種強勢嘅人，我有識把武術啊。冇武術我比你比過呢。我本人講強中術啦。我講咩方也掉乜老戰也掉乜嗌佢有開武館。牛槍嘅武士團一個，我要擺動作，八仙作4個嘅啊，頭先你說話呢啊，擺1種2種嘅啦。我都拿人死得唔白過伊，出隻戳過伊啦。係啦，你戳唔過幫我嚟戳，我戳過伊人死得我看伊人打回武啊。唔揾衝過伊，我都一包風包不都幫拿伊安尼啦。所以講台北都我教嚟教去咩，都安尼啦。嗰時都變成講，其實有一些算是我的武藝開始我能夠切磋啦，然後切磋琢磨。但是都變成講，嗰種你拿嚟牆頭詩，反正這個最後有啲武藝帶，係冇一下都唔變嘅。錯，最基本啦，有個馬步，馬個喊到馬步，馬弓箭步，有點基本嘅，最基本嘅我有曉得。鼓一下，坐一下都得啦，安尼啦。咁按你意思講，你即個以前爸爸開武館，你都個萬歲路有學過武藝？我是條學啦。做乜咯？做乜條學咯？阿爸唔肯教啦，如果唔教啲又學。拉呢？咩？阿爸意思講啊，教多又唔可以出到最多要打到人啊，鬼麻煩啦。所以講見啲師傅嗰段啊，我教唔啦，我變一時啦，變啊都冇辦事啦，安尼啦。所以講。一個東西人本紙面濃已經有嘅，按個已經失傳40年。我都好不願講剛才就有個使命感，講有方法失傳嘅人，我就飲進來啦。但是人哋講，我哋講唔同啊，假如唔知個萬歲唔爸爸唔搬學，我調學，唔知啊調學，係。咁後來我上過8廿蚊人行路。有個講起來，有個唔係講靈異哦，有只是講樣，阿爸過身過後。8年啊嘛，有連續3萬步啊，出頭冇夢係同時嘅夢啦，我係去作石頭啦，作嘅又好，我南咩方又好，唔南咩方又好啦，唔南咩方又去開講啦，都係我都面對講作石頭一種台本係4年嘅看過有作過嘅字，但是概念已經過模糊嘅啦，即係當初親身冇作過石頭，我看人就作，阿爸都講幫我1000萬人啦。我以前咪是阿爸屍體，阿爸屍體唔相信呢。我你冇講，跟阿爸台北喊唔問嘅名咯。講係不得不相信啦，都兩三個事在做啦，而且做我都定在兩個人同時在做完成啦。台北是做個蟲啊，安尼啦，按照做好嘅，有人就來情況搞我啦。我是人家石頭茶，我要搞咯。都我嘅朋友嚟教，教好我朋友嘅身體唔好，都過身咧，都個必上都幫我出嚟食，我都硬頭
硬着头皮啦，出来接个武术啦，哎啦。其实差不多一做些事情。俺伊人出来，就先去用烧烤，因为俺食堂有个朝廷个讲嘛，台北牙拜人哋學武啦、教武啦，全部都自己廟方咩，廟方一個支點咩，哎嚟啊，都做嘅都講，你專業語言講，唔全學講去，一個生意2000人鼓勵人出來學嘅人啦，俺是頭腦太唔對啦，錢。就算嗰叫天台波，就算嗰叫冇人來咩，都學講嘅同手教去，用手教送嘢咩教狀都市政環，本然同日嘅，都講每禮拜六下晝就啲榕樹下訂一條石怪，一來一多都唔怕，反正基本一來都先搞樣蹲馬步，馬佢估我他強啦，天天嚟傳出來啦。你這個當初因為你這個嘛喺頭學588嘅學嘅武術嘛，但是你這個有真是學過客家時的一種土法嘛？有啊，當場迄時間啊，當然攏不能看到啲嘢。迄幾時喺同埋人學嘅喏？還是嘛喺同爸爸頭學嘅？門打開來呀，門封看啊，看啊牙白看到咩？都出來，蹲馬步，馬步蹲下伊又唔係講厝下蹲馬步，本安尼蹲中隻樹安尼，中隻樹打拳咩？打過一段時間，突然南面盤咧。當空撞咧，無路有面盤出空得穩蹲，咁蹲於地上。拳都牙板唔到咁高啦，因全部打突數啊，3拳都本人忘咗咗啦，驗出數都唔出數咩？出數3拳都本人忘咗咗，你台北人一師傅教打拳，去嘅點到為止，冇上多人，冇像間叫萬人咁樣啊，跟住上去到間都唔錯嘅啊。習武是練身體啦，你啦，鍛鍊身體啦，你啦，鍛鍊身體然後保護自家的就可以了。因為其他的平佛時間，其實冇像以前可能戰爭的時間啊，真係會冇輸殺到對面的命，可能會我哋呢命冇俾佢輸殺。冇台北有哦，但是係其實應該冇安尼死去啦。台北一個部落，裝定啊來點保護自家家人，保護自家家人係啊。嗰種你喺早期吼練武術嘅事情，對我哋狀況嘅地步，南面人來講，係個重要嘅事情。但是而家練武術大部分都係強姦人哋自家嘅身體吼。但是你個特別嚟講，你這個除了你這個有一啲武術地帶以外，你這個嘛有一啲我哋嚟講武術，我哋講龍獅頭也有一啲最重要嘅客家嘅傳統嘅技藝。但是我想講，更加講到更加我哋可能我哋咧觀眾朋友吼，對於我哋嘅獅頭也部分。可能我想講，奇怪，從外地看到嘅石頭，嗰種冇同樣，因為一般人看到石頭嗰法令乒乓。你會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點解用台灣來講嘅話，有體育有樣嘅武術嘅分配嗎？客家獅有客家獅嘅形狀，河洛獅有河洛獅嘅種形狀，廣東獅有個廣東獅嘅形狀。客家獅同往平面農嘅客家獅同平農嘅客家獅有冇相同？打法冇相同，套路也不一樣。唔同新竹嘅瓊林寶山咧，瓊林咧，人嘅獅咧有冇相同？人個比較花俏。咁人哋國情國家嚟講，我哋先來講客家獅同別的獅有乜個冇同樣？形狀就不一樣啦。係形狀，因為我哋睇樣看到都廣東獅啦，嗰種個法令乒乓嘅廣東獅吼，三個都冇嗰種。廣東獅係麒麟獅，係麒麟獅，人看嘅當佢結國嘅，佢都講到麒麟獅，嚟啦。講客家獅同河洛獅都冇相同，麒麟獅當然冇八卦，客家獅同河洛獅就八卦，八卦人當然能講不同，有個典故嘅，嚟啊。好，嗰時我哋先講廣東獅同客家獅冇河洛獅，咁客家獅同河洛獅嘅分配點樣呢？客家獅都開口，客家佢睇本客家獅都開口，你講最可以白佢嚟睇，河洛獅都人，最唔可以同，用絲件牙是靠講牙，冇相同。你以前像我哋喺台南看到嗰種咬劍獅啊、壓劍獅，佢而家要最冇辦法開口嘅啦。但是如果呢，而家最冇唔錯係發，但是冇像我哋最會同。嗰種我哋客家獅，如果我哋開口時，人哋講我哋客家獅，即個
本身都可以开口。系本身开口，人讲开口说西方啊。哦，开口说西方。有人也讲过。咁头都唔同我讲讲，做乜嘅係等客家史同河洛史上面會有八卦咯。嗱，一下講起就個緣故啦。做乜嘅有台面有西面？哦，有台面有，台面沒如怎麼在前面想嘅都客家史。講本了解到嘅河洛史冇。河洛史冇台面同西面。安過有地位有台面有西面。係。哦，因為講有台面西面，台拜都就講啊，一隻史呀，我下來村莊啊，順係人啦。係。啊，你如講也是傳說下來啦，吼，就是如果有個神仙啊，很多人呢，啊唔係辦法，啊就派差子出去打工啊，來訓練一隻史嘅訓練而變成人性化，一隻社會都可能我哋書檔看到未？用嘅史嘅同人有法度互動，都下來就帶兩條線圖咩，都下來想想啊，變到也用嘅。可以互動嘅啦，按個呢，神仙看到啊呢，假如佢有東西啊吉祥物，出條人計嘅風嘅八卦，所以講人家風八卦係嘅，唔去到咧就唔係好用嘅，如果八卦我入去拜啊，我入廟門拜啊你嘅地位神尊嚟啦，因為我王師同我一神，安尼死亡咩？新竹嘅王，一到王師同我哋南部嘅王師冇相同，人家你兩片橋下魚啊，一邊橋下落嚟都公司，將你平平嘅，都馬屎安尼啦，啊我有乜嘅一山有一山高，練武人啊，較避暑，有山咧，山咧意思講啊，學武人啊多多心酸，葫蘆咯。俺練武人咩？俺冇對一本人提講俺武功多高強咩？我葫蘆面賣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啊，都按你傳承下來啊。好，原來冇想到講，俺哋平常看到客家史地方，對伊個形狀，對伊上面的圖形，然後有按到冇看伊啲故事。嗰種觀眾朋友，我哋而家看到客家史上面畫嘅幾條圖形地方，有每一啲圖形有自家故事。譬如講，伊做乜會有啲八卦，或做乜話一山歌，還有啲葫蘆嘅。其實伊係希望講，我哋學武人冇本拍嘅人啲，我哋都會有乜嘅帶。尤其下我在下我哋咪嗰度客家武士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檔節目，我哋來賓汪文教練同人講客家史同其他河洛史冇到其他台灣史有乜嘅差別。我想問一下汪文教練，我哋再嚟講一下客家史，因為其實我哋一見有看到嗰度客家史嘅一啲事情，但是我哋觀眾朋友包括我啦，其實我對客家史唔係很了解，因為頭都唔能嚟介紹以後，我哋發現原來客家史上面畫嘅幾條圖形其實唔係隨便畫嘅，唔係隨便畫，唔係隨便，而即個有每啲都有一啲典故。但是我想問一下講，我哋以前講弄石頭啦嚇，你弄客家史嘅時間同弄其他，比如講廣東史啦、河洛史啦，幾種我哋講套路有乜嘅差別？完全冇相同，完全冇相同。人家也講起來啦，俺一個南部嘅客家史唱史唱起來上起來，俺係行蘇八腳，行蘇八腳，我行七成歌嘅行蘇八腳，北部嘅都冇，行啊，伊就佢只行七成腳、七成步嚟啦。用咁多俺哋面農一條行嘅位行講蘇八腳，台北人打字幫咪跳去幫下自己揾幫啊，唔做佢踢開都講咗蘇八嘅字炮踢喺邊面都做噶，冇自己不幫我講緊部嘅會社會咩，都啱嚟啦。啊，新竹嘅都冇啊，俺廿年嚟行俺實體同實物同時角度一致啦。新竹嘅都冇啦。啱嚟啦。好，嗰種南部嘅天就冇有先蘇八腳，蘇八腳其實都行前七成歌，先行七成，能行蘇八腳。蘇八腳其實攞八幾度，就可以啦，你啦。但是聽見都講係等南部嘅客家史，話也後背路，我哋算同手同腳係咪？
两个路左边，两个右边，两个左边，两个右边。反身时而反身咩，相同时而反咩，反两边，唔一边反压胸，一边反咩打架了咩，突然的咩。但是被普法人可能都自家行自家都做嘅。拿石头的人，唔多佢注意，拿市民人做啲行嘅，莫講啊同一步安尼啦，也係咪顛覆咩？唔係俾民意嚟做顛覆咯？如果聽人行嘢，要行嘢，你做佢啦。最主要建築喺後面都石頭嘅重要啦。係石頭嘅重要。佢從以前嚟等做石頭，因為好多人同我講，也俾爸爸在過成8年以後，後來託夢本嘛，希望伊做石頭。但萬幾人記得還是做石頭係用乜嘅材質去做？因為我哋像我哋你不一樣，我哋以前我講本機是，講嗰種用本機嘅去過奶做嘅。像萬幾人幾時節做石頭係用乜嘅方法做嘅？用奶紅嘅。用奶紅嘅。奶紅嘅地部貼咗呢？貼咗呢啲奶咩都過生嘅啊！喺咪薄膜嗰個薄嘅，唔做呢地部擺曬咪18塊啦。奶紅嘅毛嘅原料少咗呢嗰奶啊，糊俾佢形狀起來。因為我睇師傅真條咩，地走要慢慢嗰個輪廓嘅扭轉來，仲條屁股做中間，我扭兩片嘅輪廓跟用轉磨嚟啦。就撞好，一鬼麻煩，台北做鬼麻煩啦。你撞好咪係用手對嚟嚇？冇，都幫佢吃嚟走。哦，至於走過後，我別嚟當個走嗰邊咩？係補。哦，補到而做一條石頭差唔多1年嘅時間。哦，係哦，你慢慢嚟用風管嘅方法，用鑿嘅方法，然後就跌起來都補到越髒。哦，咱開始用紙布嘅切層，慢慢都越髒。咱推門嘅是相當快推呢。係啊。當轉來做呢一塊咧，嚟掹咧，嚟硬嘅是走起嚟，咪是釘硬嘅啊。係啊。係咪參過啲大地要穿過魚嘅啊？應人要冇嘅啊！喺做一條石頭差唔多，應該台北人做差唔多1.2年。時間幾長啊？其實個要成功嘅法啦。係啦，啱啲面藝人幾個唔錯，安尼冇辦法，掹一粒，做一粒就掹一粒，做一粒掹一粒。係，你唔會冇咯，掹一粒。冇按多時間啦。啊！啲咁嘅即係研究即係幾個方法。相同按你人嚟做嗰種玻璃纖維啊。哦，玻璃纖維。玻璃纖維。慢慢嚟去注意嗰個重型係啲樹窿俾出嘅幾廿把條唔出嚟咧，很吊住樹窿咧。係啦，喺度裝嘅哦，都地走，讓抹電做嘅抹做咧，抹到抹門嘅裝好嘅射槍咧，係隻模型就在那邊，喺呢邊係中一隻模嘅，係做10隻傳統用一種嘅，一兩隻都兩隻模，一隻模做出嚟啊。嗰種見解嘅材質係乜嘢？因為有一陣咪睇人講係用嗰種牛皮紙胎嘅，我哋以前嘅鳳凰奶紙胎嘅。佢見解咪係用安尼嚇？冇用安尼，國強。係訓練嘅啊，訓練生意係用玻璃纖維嘅呢，睇人拿呢，一個睇點呢，生意係啱訓練呢。我搞啲係樹芽嗰樣嘅呢，係講哦，訓練嘅啊拿睇料嘅，係出去比賽用拿強嘅動作搞個生力。佢訓練嘅時幾多差唔多一個公斤啊？700斤咯，700斤哦，常常睇我700斤咯，700斤咧，而且要話飛來飛去啊，所以藝啲，如果藝生意嘅藝店去藝會同馬布尼亞股啊，下盤嘅股比漲，哦，仰臥起坐，伏地挺身，點尾一個胸肌開來，喺一擺拿東西過嚟啦。哦，嗰種訓練嘅時候用過蟲嘅，藝訓練係用過蟲。啊，你比賽冇表演嘅時候，其實我強。演武藝出啲咩嘢強，藝唔是出啲嘢，藝個強嘅。東西夠強，我們的動作做比較輕鬆，比較漂亮，柔軟度比較好啊。係啊，但是平常訓練的時候，佢基礎的東西，唔管係拿按從係訓練體力，冇得訓練能力，冇得訓練人嘅應用發展，至少你平常的時候拿過從啊。但是你出去表演啦，去真係去比賽的時候，你用夠強嘅，因為夠強嘅話，唔知㗎，我做埋動作就過。過順啦，唔係講下，下都講下，戇係下都出啲嚟啦。生意你練得你會慢咧，我不要練了呢，我不要練了，因為啊，好，這個頭都講，後來就開始睇兩三個時候開始去同高中，因為高中嘅支持底下吼，開始穩定去數學生啊嘛。但是我成日想講，唔定見個學生嘅應該講，你用乜嘅方法去想嗰個學生嘅來練呢？因為佢冇做一啲生意2000元，但是。其實按你講有時間，你開始學生，生意你可能一開始遇到可能看到錢的分行來聯繫，
但是你练习以后是安苦，如果练下去哈，你几时用练习咯？人来讲大家谈下啦，睇下来报名嘅登记名单拿咩放去？哦，一个人出2000元。唔係講係見邊2000元本嘅哦，我要看到成績哦。哦好，按你鼓勵嘅那你啊。那咩放去等於2000元是阿要提嘅係咪？安尼意思？比賽隨時有名嘅，學咩放都簽下來嘅。哦，那本擺落學講咩？啊，可能按動班人嘅咩，都通知一個人2000鼓勵嘅咩？啊過來咯，個人咪先以為弄死一條嘛，掏個紅包。哦，分完個紅包裝起來。數起來，就本身你的過年，這年吃人以為有信息，哎，我過年就有紅包可以拿。這個算係紅包啦。這個紅包就啲生意要俾人哋意見嚟。哦，嗰時唔係講來報名都2000元，唔係。唔係。來報名有練習下，有去準備，有去外面比賽，有得獎冇都講有比賽有乜嘅好，有乜嘅好嘅，沒有可能。這對你自己嘅比賽成績，然後那不能2000元。錯。但問題係新人呢，對一開始都可以去比賽，差唔多花1個月時間。2年啊，那差到2000元，梗係冇。個人嘅唔係比賽唔怕啦，個人依家人弄啊，就紅包咪。哦，係啦。你新人越多就半啦，新人過去咩？啊，有地方攞見新人哦，家用呀，用擺咗，啊家長講。生意呢哦，下到貴嘅都天羅裝滿嘅啦。啊，明明都曲下啲嘅啦，有一個東西要搞生意有啲人出嚟搞。唔係嗌到計家裝我們，你一本生意曲下啲嘅天羅是下到強嚟成績變咗咧。哦，你出嚟不運通，都冇用到嘅，連活動力都太咩，次人就會上我哋搞我哋。嗰時家裝更願意把生意。家裝更願意搞工嘅人。但是問題生意呢，唔見得有願意嚟學㗎。好。但是你要鼓勵的方式，很有鼓勵啊。講起來啦，我買一個紀念品啊。我私底下會買個紀念品啊。哦，你今天去哪裡比賽？不管你有得名沒有得名沒有關係。哦，或是鉛筆啦，或是那橡皮擦有沒有？那些學生你用得到的東西。哦，啊冇個人變嘅啊，一三買一送塊一隻玩具。你想同咩？也就是鼓勵的方法咩？啊，你啦。咱講到健康吼，你發現到講健康生意係個幸福吼。以前呢學哪把都唔本吼。又邊係唔本係學個我講咗你。但是健康唔看，那鼓勵生意你學一件事情。哦，鼓勵生意主要咪你生意嚟喺度訓練，家長唔訓不練，有咩嘅問題呢？家長我本身嘢練，生意唔來練，有咩嘅問題？係啊。有時候鬼冇拿捏啦，係啦，我唔會講啊，你不來就不要來，你休息1分鐘，下禮拜能來，有沒有呢？嗰時我頭先想講看，你這個當初想練，爸爸唔本練，但是你更加要用鼓勵的方法嚟表示嘢呢，可見對一件事情有熱心咯。係件冇熱心嘅，我自己教育嘅東西，對冇？我有熱心嘅講，有個文化一件事情呢，我唔帶出來，40年呢，我不願潛進來呢，唔出來，有個文化都冇。嗰時40年睇面容都冇客家師啊！我嗰時你變成講，其實唔知幹嘛，佢有人希望講也俾客家師，總統40年嘅客家師可以睇面容，繼續可以傳揚下去。你當初唔爸爸睇蒙地波台灣本講，你做一啲客家師哦。連續3萬本嘅同事嘅一個夢字一樣嘅，不得不嗌唔黑嗌啲嗌，人講 T 喎，你而家跟個連續3萬本唔會講我咯。係啊，嗌人佢是前年，前年咯，我哋套路唔低哦。咪嗌各種練都幾注意啊。有些套路不好，不會喊唔出來咩？嗌一潛28元嘅台咧啊，裝逼啊，嗌到潛。講上海度日嘅嘅文化有客家式嘅文化，嗌到飲進來，你有乜嘅意見冇？要拜訪有祭天嘅，上拜訪見面拜到見一陣嘢拜到啊，下陣嘢唔制鳥做佢哋啦，拜到一班要做佢哋啦，佢哋啊3、4嘅呢，見即係冇辦呢啊。嗰時火山把傳下來，嗰時當初一啲可能做蒙地波嘅一啲氣勢表藝的呢，我們欣賞開始啊，我哋呢
客家史的传承。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講到客家史的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堂節目我哋來賓網文教練同你講，伊哋教嘅客家開口時嘅時，伊嗰度幾神奇嘅故事。教練，我想問一下吼，佢有講到過我哋呢4年呢，差唔多要學2年，咱可以比賽。一2年很容易要安排啊，意思講，迄4年你要來係開始先練嘛，蹲馬步嘛，蹲馬步，打拳，最基本的打拳，那差唔多愛鼓一腳。鼓一腳啊！因俺平常一般於自己訓練生涯啊，只鼓1點鐘。哦，一開始15分鐘，讓他蹲15分鐘，再休息個10分鐘，再睡個15分鐘。你蹲太久而唔會更高啊。係喂，還有聽音腳嘛會舒爽啦。係啦，生意咁點唔得你啦。嗰時都15分鐘休息10分鐘，15分鐘休息10分鐘，按你差唔多都。4輪的話差唔多都1點鐘。差唔多1點鐘嘅時。嗰個馬步蹲係會曉咯，開始練打拳。馬步蹲咧開始練打拳，上同馬步嘅鼓喺度就做嘅打拳咩？安尼咩？按嗰個講打拳要行路哦。哦，打拳要行路。打拳要行路呀。安尼哦，唔係講緊安尼打去哦，打拳要打數得出，打拳要打數得出。有個動作，他有個安尼手。比手通作嗰樣啦，亦所以啲暖身運動嘛。暖身唔好一向個人吵，按生意嚟講，2點一句誒，你要看他適合哪個角色。你要看，你比較好動嘅話，你就讓他帶猴子點；比較胖的，你就帶一個嘅睇頭髮。按我身體個狀態嘅呀，你會比石頭，身體個細，你會比。10米，打鼓嘅都可以，個他打鼓嘅節奏也可以用個他，學個我鑼嘅銅鑼嘅把握按你下得。嗰個4年嘅 EPS 第一開始應該他講一路強壓練嘅部分，但是喺訓練嘅過程底半，如果開始注意個一個4年咧，喺一百適合行馬嘅，我哋弄石頭，冇到10米，冇到做我哋睇頭髮，冇到我哋教4年，冇到喺上打鼓嘅，如果慢慢嚟去最尾都一定都冇強壓一種訓練嘅一啲方法，咁你有人講。老師，我唔知個我唔做寫戲喎，我都唔懂。你比咩？唔比啊！我嚟講唔係都啱你咩？佢簡單咩？唔係日嘅國強佢有強梗唔比日嘅咩？哦，總之係你要日嘅你咩？因為個現實嘅問題啦，嗬，咁都唔比啊，唔對比啊。唔比嘅都唔怕咩？不過其實身體唔扎得嘢，其實唔講得嚴控。冇錯。啊，日嘅從日嘅台面行路也有套路呢，不是你要進行呢，啊你呢也有。猴子是它有翻跟斗，可以某個動作係會走樣啦、苗條啦，冇下邊會翻就安尼，你講乜嘅？中音調嘅，會曉得他們動作，要只捱到看一個人適合乜嘅角色，人乜適合乜角色啊？我染起來，安尼啦。嗰個其實訓練一啲我哋講死對，其實冇一個咁簡單嘅事情，因為蠻簡單。數4年嘅時候，我體驗後要話鼓勵慢慢地留下來。聽呢個話看一啲美啲嘢嘅發展冇同樣，我要配合一啲以這個故事合嘅一啲角色。嗰種難呢，帶人哋4年嘅人要帶佢去參加乜個比賽冇得表演。我要參加長期訓練啦，長期訓練參加幾多場，遠點啊，有屏東啊有，本身我也只面同派一場，全國咁嘅客家傳承文化杯上面傳承50錦標賽，還有2016年10年2012，我有派一場，客家電視台嗰種有去採訪，係嚟。咁早就講，你即個要去外地比賽，話幾不如得做。太本有，有點麼咯？我聲音注意哦，動作一致。主要裁判會講，有個裁判講，你要對注意全體動作有沒有一致。10條10米的動作有沒有一致？那個分數就比較高咯。你說動作個太的話咧，很誇張哦，分數會高啊你啦。
嗰種等於講，像其實喺台灣來講法，烏石變成一個我能夠指凸性的一個傳統的語言咧，吼。比如講嚟話，以教烏石的教練來講法，有像比如講我哋跆拳道有一個專門國家認證的一個教練，可以教。咁像烏石有安尼教練制度嗎？有。可是你這個問題你有考上也要教練的一個級啦，哈。可是教練的證書，好，可是你開始來教也要客家開考試的一個教育。咁像你這個教的研究以外，你有乜個印象過什麼一個教學嘅經驗冇？一個得獎嘅一個事情。得獎嘅是當然佢高興啦。八個隊喺比呢，八個隊呢，喺比呢。佢比賽係用嘅係比動力啦。伊迄種用分級咩？有分級，國小、國中、高中。那你是廣東師，客家師，單師、雙師，哦，有台灣師，有按幾啊種。嗰種人你幾乎係混齡吧？你係分，你係他跟人分強下嘛？還是你有分？你全部國小？我都自己小搞啊！哦，兩山國小，嗰時候人家都算國小組嘅，國小組客家師隊。剛才發評判的時間係看忙嘅咯？沒有，他們有裁判組。裁判組是第一有禮貌嘛，用槍師用嘅槍師。迄按嘅槍也係用嘅槍，也看個裁判總裁判啦。人家動作用嘅。屬實嘅有禮貌嘛，跟人咁請嘛安尼，是最主要是你的動作要，你的動作要做啊，該確定啦。你動作做啊，該確定，當然你的分數會高啦。咪本來講係靠裁判咩，係講冇誒，裁判靠起啊，係對係冇啲啊。本人講話話，裁判。教練嗌都唔會咩？對人兼裁判啊，嗬。係啦，嗌都唔會啊，所以嗌冇嗌只有教練制度啊，裁判制嗌都唔會，嗌裁判制嗌都唔會靠人哋啦。咁你發就譬如講我哋遇到比賽方我哋我有肢體的透露同這個視線透露，咁像我哋烏石有安嘅東西嗎？也有，但是不多。冇咁多。最主要是看你槍勢嘅呀，你人家動作什麼一樣，精神嘅係精神一樣嘅呀。所以講，依個基本行業嘅腳譜都冇相同。嗰時候腳譜嘅部分冇睇，沒有意思。最主要的人家嘅精神還要擺出來。錯，就係最重要，一個分數都歸過嚟啦。唔講一個人都係講佢，一個隊伍嘅追啊，我經過差唔多2年啦，2年嘅時間，哪有辦法把那個最基本嘅動作拿出來啊？唔係講下盤鼓唔爭。死得肥男人都幫下伊啊，打點錢你啊，你都見，你都分數都冇啊。啱我講，你這個鼓都鼓唔正，看線都看唔正。錯，係啊，做人就做人嚟啊。係啊。嗰時像你這個教運動員，你這個有感覺到該講用嘅一種隊伍，我該講用嘅事情，你這個感覺到該講用嘅隊伍都講啊，深夜出去頒獎報道美濃區龍山國小，啲人都心情好好嘅。我都心情佢，我本來都講我本來都講我一個人我啲面同嘅黑肉體，一個我師隊，我推廣出去啊。冇依個人搞到冇人點，龍山國小有乜東西咯？喺龍山個講嘢，我本來第一佢出名啦。所以人比下你啊。佢從面農而家話，從你頭講已經談咗40年，因為40年嘅話都等於係冇弄石頭啊，還是講用外面嘅石嚟嘅面農嚟弄石頭。建築與沙地嘅教，而教套路唔免係人踩地嘅套路，而廣東是落河路是點他都見點腳。係咪看腳啊？行路嘅樣我都地講。係啦，錯。拿石嘅係唔係踩地嘅石頭，你看到都地嘅。因為我哋辦事行啊，辦記得講我哋辦事真係過年過節的過年啦，年30幾年啱唔啱？有時。食得飽，人29都有生意嚟出來啦，人因為人30幾多堆，好幾多堆，其實真係幾那個人30都啱唔真係幾鬧人，尤其係適合我哋講人夜飯嘅時候，有時幾無聊啊。係啊，可是外面咧開始有人哋咚哦，你都感覺到嗰種過年嘅嗰種氣氛就冇相同，完全冇同樣，因為嗰時就有人啊，即係都帶生意嚟過來，因為即係其實睇都市嘛，家庭台北。但是今年都有啲經驗都歸來表達，跟生意嚟又好，跟我哋那個吃的嗰度，我發現
外面的马上赢了，你讲拢是台湾的台北无下，你讲咱台北吃完年夜饭以后，他讲你的鬼这个房间，一看天楼啦，看电视啦，如果怪无聊，如果有睇人哋打牌，睇人哋打牌，生人哋唔是做嘛嘅，尤其係嗰種你講過細家庭嘅呀，哦，攏一家人爸爸媽媽共兩個生意嘅，嗰種年夜飯是喺度完全冇事情，結果今日你講外面都安老人啊，講攏石頭啊，結我都其實我哋會習慣我打開門去搶攏石頭入來，哦，然後你發覺其實俺唔廿30啊，有啲會生意嘅呀，廿20叫到出來搶紅包嘅啦，沒錯，因為廿30搶唔到啊，搶唔到，廿20叫到出來搶紅包。啊，太陽廚藝其實我哋話有他們國軍啊，國軍咧錯，舞龍舞獅，因為人過太清，一到過有吃土，吼，就會買方拜年。咁到今個為止，即個我哋講搞嘅客家事，對你來講有乜嘅想法？想法喎，也係是一個文化冇被傳嚟啦。真是你還傳嚟幾可惜啦。我希望有政府單位重視呢個文化啦。因為講幾個冇素養嘅啦，嗰種事啊，客家種面同衫啦，岐山村一般啦，肉桂啦，啥咩？你有冇法度整頓一個講來一個時隊，唔夾成一堆，但係時隊唔要講搶嚟，唔可以喊撇啲教練去，唔可以把家一個文化銜接起來，唔好得團起嚟啊！愛心沿途安尼啦，繼續把客家事傳承下去。有傳下去，唔係講咩？唔少做唔幫係搞唔幫係義務性搞咩？係咪搞唔用嚟做石頭，用嚟做阿布，用嚟剪，也表演用嚟裝，係可以啦。但是講句話啦，看政府能不能幫忙啦。這種文化單靠一個人是沒有力量啦。其實因為文化傳承靠一點人的力量，真的是冇辦法。但是我哋往往欣賞，伊可能喺夢中，做到100%的一種托付以後，伊開始來幫我哋客家文化、客家事，開始來做一啲復興。但是慢慢講復興一件事情，慢慢講靠一點人，伊都可以慢慢地可以恢復又回來。可是希望講客家人無論我哋有關單位看到今日節目，我哋希望講我哋開始來重視一件事情，因為聽我哋客家樂隊啊，佢去部分我哋客家事嘅一啲文化已經慢慢地會冇起來。今日感謝我哋嘅幫忙先生嚟到現場同我講我哋客家事嘅故事。好，謝謝。有時下我大家聽下咧，先後來運通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親子瑜伽，有請我哋嘅大朋友、小朋友來學起來，同我哋來做運動哦。小朋友能變好，我來同我哋做運動嘅喲。我一邊呢阿恆小朋友，我一邊呢係阿金小朋友。今日我來做示範小老師哦。小朋友能準備好了嗎？可以有請我哋嘅阿公、阿婆、爸爸媽媽，好來同下來做哦。好，更加來大口來做一個暖身。好，肩條低後背撈，摸鋪背，盡量撈眼前呢，撈太陽。肩條帶痛嘅手掌，太強。好，更加了啲前面撈。帶動嘅手掌，好，手
送出去，弓箭步，再鼓来。好，柔美的，用松的身体，快快的数。我们眼珠快快的数，看远方，再鼓来。好，来弯片。好，我们眼珠要看数哦，再鼓来中间，我们身体放松来。好，我们腰骨，好，我们腰尾捞眼看呢。好，弯片捞。好，然后来变一个天鹅。好，我脚竖你去，另外一只脚伸出来，嘿，好，那变一个天鹅，好，翅膀飞，好，弯片，好，更加弯脚，好，来换脚咯。翅膀哦，翅膀飞，好，2只数，好，我们的天鹅飞起来咯。好，天鹅耳边的美人鱼哦，好趴着，好趴着，好数边的一片，好，那看到好美人鱼的脚，一只脚，好伸出，一只脚，边的鱼的脚7条，好脚7条，好，那美人鱼的尾巴是长的，脚要伸出来，好挺好，1、2、3、4、5、6、7、8、9、10，好，慢慢的变下来，好，弯脚，更加换脚咯，好，一只脚翘的呀，脚7条风，另外一只脚要伸出，控制好哦，1、2、3、4、5、6，刚开始呢，生日的可能做唔到唔怕，如果你游来游去，你听数语，好板软一脚，9、10，好，慢慢的下来，好，大天鹅来拉脚背，好，来拉脚背，好，行生日呢，板那一片，好，我们那边天鹅式，好，扭轮椅的后脚，也后脚背，好，也后脚背，安尼板轮，好来哦，安尼来比赛哦，同妈妈来比赛，看能慢那一只天鹅比的搞个高哦，吼，1号天鹅比，哇，真高哦，好，下来，2號，好提，好，下來，好，來1號，好，比好來，比，好，咁生日呢可能會多一片，唔怕，安尼睇完晒，嗬，佢聽數語，啲好不白，佢比好來，佢講，安尼，好，慢慢嚟下來。好，训练你的背肌，好，来
弯个哦，来。好，慢慢的下来。小石头。好，安尼可以吞。小朋友泡泡噶，鼻也有不用耸。睇路卡路可以吞声音呢，安尼搞。好，声音呢，各位普波耶就可以不练习安尼通走。好，超人式，安尼变 Superman。好，来趴着，趴着，好，都是眼，趴着。好，竖臀脚，好，手跟脚同时，伸侧比红螺哟，来竖打侧。好，我们来看哦，1号超人比个赶快狗，还是2号超人比个赶快狗？好，预备，好，刚我臀可能先检查可能性有歪歪么？而成一直线，安尼声音呢，而成一直线可以比歪歪哟，哈。可以脊椎又可以正中央嘛。好，来哦，竖臀脚的同时，好，升上去哦，来，升上去，上，哦，好下，好，踢你摆你，好下，好，紧跟1号先，再问2号，可以吗？好，来哦，1号，好嘞。2号，好，声音呢，小朋友，1号，好，2号可以变阿婆啊，爸爸妈妈，好，爸爸妈妈2号，好，来比赛看嘛，你个狗哦，好，可以坚持个久哦，来1号，2号，1号，2号，最尾嘞1号。2号，好，紧跟呢，来推耶，来声音呢，好，来互相哦，来推，拍一拍，扑扑噶，好，慢慢的放起来，紧跟太阳线变一个山洞，本身你来跑过山洞咯，好，我们要玩游戏咯，好，来，这里呢，好，1号先爬。再问2号哈，来，爬过去，刚可以训练太阳伞手背力量支撑能力哦，4脚撑地的支撑能力，加油哦！所以你能够好过山洞哦，也够要你爬来爬去哦，好。对，好，继续爬，俺们呢，山洞越来越小咯，伦敦铁桥要垮下来，要快一点哦。哦，越来越小咯，越来越小，哦，越来越小，看不到的哦，看不到的，哦，啊，垮下来啦，更加完声音呢。好，来，小朋友换你们山洞，好，这是一个挑战，好，在前面一点，在前面，好，来，紧跟玉恒，你再过来，好，小朋友記得咯，撐好哦，冇會扛到爸爸媽媽哦。好，緊家媽媽要嚟排哦。加油，愛聽做得到。好，慢慢地放起來。好高嗎？好不好玩？好玩。好不好玩？好玩。好，小朋友平常都可以同媽媽你教哦，好，好好運動，俺能下班到了。